这个杜先生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其实受伤已经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了。那当然从他的外观上面来说的话，他的臀部那边其实有一个很明显大范围的淤青。那通常我们以一个骨科医师来讲，有这样的淤青，你还是要考虑到有可能他就是有骨折。那根据杜先生的说法来说的话，其实他之前有急诊去看过，那可能也只是怀疑有骨裂而已。这个大范围的淤青让国术馆呢怀疑他的骨折是不是有变化，所以帮他转到我的骨科门诊来看。那以杜先生的情况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杜先生的 X 光，这个是右边好的，这个是左边有受伤的。那明显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有错位的骨折那我们以模型来讲的话呢，大腿骨这个部分是骨质疏松也好，或者是有受到力量撞击之后，很容易产生骨折的地方。一开始是有一个骨裂，那可能随着它不经意的活动呢，持续的酸痛呢，慢慢的这个骨头被臀部的肌肉给拉开了，就形成一个所谓的位移性的骨折。那测量起来，杜先生的位移其实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拉开了有4公分的距离。那造成杜先生他虽然还可以走路，可是他发现脚抬高，还是会有明显的无力感跟疼痛。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所谓的骨裂啦、骨折啦那这些名词常常会让民众感觉到很混淆。一般在医学上来讲的话，所谓的骨裂就是指它只是一个线性的，然后没有位移的骨折。那通常来讲的话，这种骨折如果说它发生像在肋骨啦，或者是锁骨这些躯干活动比较少用到的地方，那相对的它其实很多时候会自然愈合，不见得需要手术处理。那如果是发生在手脚的部位的话，那尤其是它如果一开始只是一个线性骨折或一个细微的裂缝，有时候不见得会被察觉。随着活动越来越痛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因为手脚的活动而产生位移。所以一般民众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当你受伤的部位有明显的淤青，超过2个礼拜以上，明显的疼痛还没有改善的话，那最好都还是要能够得到一个 X 光的检查来确定是不是有产生一个位移性的骨折。老年人他常常合并有明显的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会导致骨头它可能经过一个轻微的扭伤啊，或者轻微的撞击之后，就容易产生裂缝。那老年人他基本上又容易有关节的酸痛问题，常常会不以为意，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越走越痛。那一旦有越走越痛的情况的话，基本上还是会建议到骨科，除了一方面来检测骨质，确定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可以及早治疗之外，那也可以确定说它会不会有一些线性骨折，或者是说产生比较大明显的骨折，那有需要处理的话，可以早一点处理。